继续来到云林斗六的梅林社区，有10位阿公阿嬷当年结婚的时阵，无得穿西装，无得穿新娘衫。即摆透过一间高职学生的帮忙，阿公阿嬷实现梦想，搁到梅林吊桥去翕结婚相。啊，你甲新郎放嘞哦？嘿啊，恁翁嘞，恁老公嘞。第10几位阿嬷一手提火扫，另外一手揪裙尾，准备甲老伴行到梅林吊桥翕相。不过阿嬷伊行路较紧，阿公跟伫后边。จิ้一个，阿公你无จิ้着，你无จิ้着，来，你无จิ้着，来，搁จิ้一个来，搁จิ้一个来哈。我去甲阿嬷启示一下，这是代表阿公对阿嬷的爱。除了因，也阁有几位新郎甲新娘，伊嘛拢是阿公甲阿嬷，因10个人拢住伫咧云林斗六的梅林社区。不过少年时阵结婚拢无穿过婚纱、食西装，就伫做选科学生的帮忙，阿公阿嬷总算实现梦想。是红暖，歹看。化妆的时，阿公阿嬷真慎重，帮因打扮拢真欢喜。欢喜，欢喜哈。食到老啊咧。我问我一摆。啊，捌穿过礼服无？较好命。一世人一届结婚穿婚纱、穿西装，对这阿公阿嬷来讲，活到80岁，才有这个人生的初体验，大家拢笑眯眯，留下满满的回忆。